来关心，这是南投草屯虎山沟位顶礼拜六起，溪仔就有一寡鱼仔冰冻死，附近的民众起交疑，敢是工厂排垃圾水有关系？落尾查查讲，因为水利会年度保护修理的关系，水拢无流叮当，生数量变较少，才会引起到鱼仔死规片。即嘛按算明仔载就会当修理好势，到时阵水就会流叮当，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。附近的民众嘛，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派人来护这死鱼仔，啊若无一个臭架架环境就压榨。伫个溪仔内底，鱼仔冰刀安尼死规片的，除了常常看到的乌龟鱼，还佫有大鱼，甚至连这个生命力真强1公尺长的鱸鰻嘛死去。附近的民众看到安尼，会使讲是惊到要害去，嘛有咧怀疑讲，这是毋是甲工厂排这个垃圾水有牵连咧？工厂放的化学水落来，啊，甲迄人洗沙水。我日日足臭的哟，迄话拢会人家变不顺，你啊甲看去。南投草屯的虎山沟，伫个顶礼拜拜六开始，就煞咧有发现讲鱼仔死去。附近的居民嘛表示讲，过去拢毋捌看过安尼。头起先叫是讲是工厂排垃圾水造成的，不过进一步啊追查，才发现讲是水利会伫咧年尾咧清圳沟，先甲水头的水甲查落来，再来滴输这个水尾虎山沟的水变做死水，水内底这个活气的加量降低，才会造成遮侪鱼仔安尼冰白肚死去。水利会吼，拢细心吼，当阵吼，啊无活水来吼，啊产生着讲水沟可能是较垃圾车啊，安尼吼，啊佫家庭的废水排出来吼，引起着安尼鱼仔死足侪。议员嘛解说讲，查水做圳沟的维修，造成水无流叮当，欠缺活气含可汗，这是主因。佮加上嘛有垃圾水咧排放，才会造成这个结果。咱实际来去现场甲采访，除了有死鱼仔以外，其实还佫有真侪鱼仔拢还佫活咧。看这鱼仔拼命泋水，收去较有活气的所在，鱼仔安尼乌坎坎规阵咧游，拢是为着要活落来。这看着嘛，互人感觉真毋甘。目前估计伫个28度会来清理好势。到时就会佫放水落来，不过民众要是希望讲有关单位会当甲这已经死去的鱼仔甲扶起来，才袂安尼臭毛毛影响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